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人来讲，酒打归间，油打南山。意思就是讲，爱啉酒的人有钱啉酒，穷行的无钱，通买油来煮三顿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兰，南山的兰，塔兰兰第五条。兰会当讲是线、鱼、春的意思，像讲线钱唔是大张的，唔是规张的，咱讲是南山，嘛会当讲是线票、南山钱。另外，肉油啊，有人讲是南山肉，啊若小麦唔是大麦，咱讲是南山麦，嘛有南山麦。另外，形容物件切做幼片细项，有一个词叫做南山翠柳，像讲南山翠柳的布、南山翠柳的物件。这个文音读做零，像讲零件，咱就读零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咱头前讲到的南山，嘛会当讲是南山钱，小票、线票，唔是大张，唔是规张的。第二个词读做零件，会当讲是机电产品，用来斗起来甲听话的单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你咧夜市啊，这个手表师傅，敢若一个人咧顾单，伊手提零件甲家私，替人客换电池，伊惯势甲换落来旧电池，放伫桌顶，再甲收到的南山钱放伫咧伊的落地啊，安尼就袂武定打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兰，这是白音，文音读做零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